喺呢個所有人哋低破頭想爆紅我，為咗名利連命都可以唔要嘅娛樂圈。一個男人最可怕嘅究竟係紅唔起，定係紅咗之後居然可以好似黃海咁太清醒？我四哥今年80幾，喺呢個圈子行咗60年，見過幾多人一夜之間紅到發紫，又見過幾多人一鋪清袋由天堂直插地獄。後生仔成日問我，四哥，你覺得邊個後輩最值得睇好？我唔會答你嗰啲最紅最多廣告嗰啲，我反而會話你知，我最佩服嘅係黃海呢個後生。點解？因為佢係我見過咁多後生仔入面少數幾個喺最紅嗰陣仲識得向後退嘅人。呢個圈子你紅過唔難，難嘅係你紅完之後仲記得自己係邊個。你知唔知有幾多人紅咗之後連自己個姓都唔記得？有幾多人紅咗之後以為自己真係戲入面嗰個角色，以為自己真係皇帝，真係大俠，結果迷失咗自己，搞到身敗名裂。黃海唔係咁，佢紅咗之後仲係嗰個武漢仔，仲係嗰個會陪阿媽去街市買菜嘅仔。呢種不忘本嘅態度先至係一個演員最珍貴嘅特質。你睇下佢嘅訪問，永遠都係不疾不徐，冇嗰種急於證明自己嘅浮躁。呢種從容就係佢最吸引人之處。好多後生仔淨係見到佢33歲憑琅琊榜同寄裝者一夜爆紅，全網都叫佢靖王廣告代言，排到出年風頭一時冇兩。但你知唔知道喺爆紅之前，佢喺呢個圈入面默默無聞咁食咗足足10年嘅苦。佢做過打字員，做過書店搬運，演過連對白都冇嘅路人甲月餅，窮到戶口得返幾百蚊，連食飯都要諗過度過。佢話過嗰段時間佢試過戶口得返100蚊，佢企喺超市雪櫃前面望住一盒特價雞髀，企咗好耐，最後都係放返低，因為佢要留返啲錢搭巴士去見導演。佢試過降到胃痛喺床上打滾，但佢都冇打電話問朋友借錢，因為佢覺得如果佢連呢關都過唔到，佢以後仲可以過到咩關？呢啲日子唔係個個捱得住嘅，有啲人捱2年就放棄，有啲人轉行，有啲人甚至走歪路。但黃海選擇咗留低，選擇咗等佢等咗10年，等到33歲先等到屬於佢嘅機會。佢曾經喺訪問入面講過，嗰段時間佢望住個電話，好驚佢響，因為一響就可能係叫佢返去扮女人，但又好驚佢唔響，因為唔響就代表佢連扮女人嘅機會都冇。呢種矛盾折磨咗佢好幾個月。佢嗰陣時嘅心理狀態就係一個人喺迷樓入面行路，完全睇唔清前面嘅路，但佢選擇咗繼續行。我成日同人講，老江湖睇人第一眼唔係睇佢飛得有幾高，而係睇佢喺急底嗰陣嘅態度。好多後生仔捱得2-3年就怨天怨地，話娛樂圈唔公平，話自己冇機會，結果放棄咗或者走去行歪路。但黃海最狠嘅地方就係喺冇人理佢嗰10年入面，佢選擇咗沉住氣，默默磨練自己嘅演技。佢冇怨過，冇放棄過，甚至連一個小到不得了嘅角色，佢都會用好認真嘅態度去演。佢嗰陣時一定都迷茫過，一定都試過喺深夜問自己呢條路仲行唔行得通，但佢頂住咗，因為佢知道自己要啲乜。佢要嘅唔係一時嘅紅，而係一世嘅尊重。佢要嘅係人哋提到黃海呢個名嘅時候會憑起手指公，而唔係話嗰個曾經紅過嘅。佢嘅堅持唔係因為佢覺得自己好叻，而係因為佢好清楚，如果佢行翻轉頭，佢會憎自己一世。嗰10年，佢由醜女無敵嘅嘉明開始，一個被標林做娘娘腔嘅丑角，演到北平無戰事嘅方猛眼，再演到琅琊榜嘅靖王，每一步都係一個台階，一步一步行上去，行咗足足10年。呢種耐得住寂寞嘅性格，
就係決定咗佢一旦捉住機會就可以企得極穩嘅原因。你睇下佢對手，手指修長狂勢，係標準嘅木型手，專靠實力揾食，急唔嚟。佢唔係靠運氣，佢係靠時間同堅持，將自己嘅實力一省一瓦咁砌出嚟。佢由一個被標諗做娘娘腔嘅演員，熬到成為實力派男神呢條路，行咗超過10年，佢冇放棄過，亦都冇因為爆紅而亂咁使晒自己佢嘅故事話俾我哋知。每個人都有自己嘅時區，你唔使同人比快，你只需要喺自己嘅節奏入面做到最好。有啲人20歲就成名，有啲人40歲先開始發光。黃海屬於後者，但佢嘅光芒比好多早。成名嘅人更加持久，更加有厚度。佢嘅經歷證明咗人生嘅成敗唔在於你起步嘅早晚，而在於你能否喺適當嘅時候把握適當嘅機會。好多人都話黃海把聲好聽，係低音炮，但我要話你知，真正令人佩服嘅唔係佢把聲，而係佢個人嘅清醒。爆紅之後，佢冇好似其他人咁瘋狂接代言、上綜藝、拍爛片，佢反而選擇咗一條最難行嘅路，主動減產，遠離炒作，清醒保命。你知唔知呢個決定有幾難？你試諗下，你餓嗰10年，突然之間有無數嘅錢同機會湧過嚟，你好唔容易可以食飽，你好唔容易可以證明自己，但你要喺呢個時候同自己講夠啦，停啦。呢個唔係普通人做得到嘅，但黃海做到，因為佢知道如果佢唔停，佢會迷失，佢會變咗另一個人，一個佢自己都唔認得嘅人。佢話嗰段時間佢望住嗰堆通告同劇本，突然覺得好陌生。佢問自己呢啲嘢係咪真係佢想要嘅？佢答唔出，因為佢根本冇時間去諗自己真正想要啲乜。佢嘅生活就係一個又一個通告，一個又一個片場，佢連自己間屋擺咗啲乜都唔記得，佢邊有時間諗自己想要啲乜？佢話嗰段時間佢只係一部機器，一部會行會走會講對白嘅機器，但佢唔係一個人。如果你都想知道點解黃海可以喺最紅嘅時候保持清醒，點解佢可以睇透名利嘅虛幻，記得即刻點讚兼訂閱我嘅頻道，仲要跟埋個小入檔老江湖大，你睇透人生。我哋繼續講下一個更絕嘅細節，你訂閱咗以後每集都會收到呢類人性分析，幫你喺複雜嘅世界入面睇清邊啲人值得交，邊啲路值得行。你唔使再一個人喺度摸索，我4哥陪你一齊行。你訂閱之後唔會錯過任何一個幫你睇清人性嘅機會。好多人以為紅咗就係要瘋狂揾錢，但黃海最令人佩服嘅就係喺佢事業最冇風嘅時候，佢遭遇咗人生最大嘅打擊。老口因為肺癌走咗，嗰痛係身心白骨嘅。佢仲記得老口最後一個訊息，等你好返啲返嚟陪我食餐飯，但呢餐飯永遠都等唔到。佢趕到醫院嗰陣，老衲已經講唔到嘢，淨係捉住佢隻手，望住佢嗰種眼神。佢話佢一世都唔會忘記，佢喺醫院走廊坐咗成晚，望住 IQ 嘅大門，諗起細個老頭由佢去公園玩嘅畫面，諗起老頭鬧佢唔讀書嘅畫面，諗起老頭第一次喺電視見到佢嗰種複雜嘅表情。佢嗰刻先發現，原來佢同老頭之間有咁多說話未講，有咁多時間冇好好珍惜佢。後尾話如果有機會再見到老口，佢會同老口講：老豆，我而家過得好好，你唔使擔心。佢話呢句說話佢喺心裏面講咗1000次，但永遠都冇機會親口同老講。佢終於明白人生最貴嘅嘢唔係錢，係時間更加殘酷嘅。係老走咗之後1個月，佢自己喺日本做身體檢查，都照到肺部有陰影。嗰一刻佢成個人呆咗喺度，腦入面一片空白。佢諗如果自己都係肺癌，阿媽點算？啱啱送走老劉，
又要送走個仔。呢個念頭令佢喺醫院走廊坐咗成個鐘，完全企唔到起身。佢望住自己雙手，啲雙手啱啱先攞完獎，但呢一刻佢只係覺得自己好渺小，好無力。佢開始諗，如果佈局出嚟係惡性，佢手頭上仲有咩係未做嘅？佢仲有邊個未見？佢仲有咩說話未講？呢啲問題一個接一個，好似石頭咁砸落佢個心度。佢喺手術前一夜寫咗一封好長嘅信俾阿媽，但最後都冇寄出去，因為佢驚阿媽會驚佢，將封信收喺枕頭底。如果今次出唔到嚟，就拜託護士幫佢寄出去。嗰晚佢望住病房嘅天花板，數住自己嘅心跳，每一刻都覺得係倒數佢話。嗰晚佢第一次真正明白乜嘢叫做死亡面前人人平等。你幾紅幾有錢幾多粉絲，喺一張 CT 報告面前全部都係零。換作其他人可能會趁住仲有流量，講緊接多幾部戲，賺多啲錢搏到盡先算。但黃海做咗一個令所有人都震驚嘅決定，佢推晒所有工作，即刻住院做手術，宣布半退隱。手術之後，佢話之前只係想向上爬，而家係想向回收。凡事唔可以太過，當你最盛嘅時候向回收一收，唔想做嗰個第一，我想做第三第四。佢仲話而家佢嘅首要目標係準時食飯，照顧好自己，唔好讓家人擔心。呢句話聽落好平凡，但其實係佢用命換翻嚟嘅領悟。佢終於明白人最大嘅成功唔係有幾多人識你，而係你有幾多時間可以安安靜靜咁坐喺度，乜都唔使諗。佢話以前佢覺得冇公開嘅日子好可怕，但而家佢發現原來冇公開嘅日子先至係最寶貴嘅。佢終於可以做翻自己，而唔係做一個俾人設計好嘅角色。呢句話我聽完之後喺心裏面拍晒手掌。你知唔知喺呢個圈入面能夠喺最紅嘅時候講得出呢句話嘅人有幾多個？我見盡太多人紅咗之後利華分心，日日搏到盡，最後搞殘自己身體。黃海睇透咗人生嘅本質，名利再大，大唔過健康；身外之物再多，不如活得通透舒服。呢種知進退、識得向後退嘅智慧，先至係真正能夠行得長遠嘅原因。佢明白錢揾得幾多都係數字，但健康冇咗就咩都冇。佢選擇喺最紅嘅時候放慢腳步，呢個決定需要好大嘅勇氣同智慧，但亦都係佢能夠持續行運嘅關鍵。佢而家一年只拍一兩部戲，但每一部都係高質量嘅作品。佢揀戲嘅標準已經由多變成精，呢種轉變就係真正嘅成熟。佢唔會再為咗錢而接自己睇唔上眼嘅劇本，因為佢對自己嘅專業有一種近乎執着嘅堅持。你試諗下，如果你喺事業最順、揾錢最多嘅時候，身體突然發出警告，你敢唔敢好似黃海咁主動停落嚟？你敢唔敢為咗自己嘅健康推走千萬片酬，選擇休息？歡迎喺留言區同我分享你嘅睇法。如果你都覺得身體緊要過名利，留言一句身體要緊，錢揾唔晒。我哋一齊為黃海呢種清醒嘅選擇拍掌。你嘅留言可能就係另一個觀眾嘅提醒，等佢喺搏到盡嘅時候識得停一停，諗諗你寫低你嘅故事。可能會有人同你講我都係咁，嗰種共鳴係好溫暖嘅。你嘅一個留言可能就係救咗一個人嘅健康。除咗清醒，黃海仲有一種好難得嘅特質，就係佢嘅邊界感同情緒。佢唔炒作高文，唔想無聊聰藝，唔靠熱收集眼球。拍完戲之後，佢就係一個普通人，切斷晒啲冇用嘅社交，專心生活。佢曾經講過，佢而家最開心嘅事就係瞓醒嗰陣，發現個天仲係光嘅，而佢唔使講住去邊度。呢種自由係用幾多獎項都換唔到嘅。佢話以前佢覺得自己係一個工具，一個俾人用嚟賺錢嘅工具，但而家佢覺得自己係一個人，
一個有血有肉、會餓會累會開心嘅人。呢種感覺比起收到幾多個劇本更加實在。佢終於可以做返自己，而唔係做一個俾人設計好嘅角色。佢話佢而家最中意嘅事就係朝早起身慢慢煮一杯茶，然後坐喺陽台望住出面棵樹乜都唔做，呢種幸福比佢以前企喺台上接受歡呼更加真實。佢用作品說話，由大江大河嘅宋雲喺到清平樂嘅宋仁宗，每一個角色都係靠實力砌出嚟嘅。佢唔需要靠炒作去維持熱度，因為佢知道自己嘅價值，唔需要外界嘅掌聲去確認。佢曾經為咗演好宋雲啟，專登去工廠體驗生活，同工人一齊食飯，一齊開工。呢種對角色嘅認真，喺而家呢個速食娛樂嘅年代已經買少見少。佢揀劇本嘅標準唔係片酬有幾高，而係個角色有冇得發揮。呢種對專業嘅堅持，就係佢能夠行得長遠嘅另一個原因。佢唔會為咗錢而接自己睇唔上眼嘅劇本，因為佢對自己嘅專業有一種近乎執着嘅堅持。佢話佢唔想自己嘅作品入面有瑕疵，因為每一部作品都會跟住佢一世。佢嘅敬業精神喺呢個急功近利嘅行業入面，已經係買少見少。呢種低調做人乾乾淨淨嘅態度，喺呢個浮躁嘅娛樂圈入面，簡直係稀有動物。你睇下佢嘅訪問，永遠都係不疾不徐，冇嗰種急於證明自己嘅浮躁。佢嘅眼神有一種篤定，呢種篤定唔係扮出嚟嘅，而係經歷過大起大落之後嘅沉澱嘅。佢明白人生嘅馬拉松唔係睇你頭段跑得幾快，而係睇你跑到尾段仲有冇力氣。佢由一個被標引做娘娘腔嘅演員，熬到成為實力派男神。呢條路行咗超過10年，佢冇放棄過，亦都冇因為爆紅而亂咁使晒自己。佢嘅故事話俾我哋知，每個人都有自己嘅時區，你唔使同人比快，你只需要喺自己嘅節奏入面做到最好。有啲人20歲就成名，有啲人40歲先開始發光。黃海屬於後者，但佢嘅光芒比好多早成名嘅人更加持久，更加有厚度。佢嘅經歷證明咗人生嘅成敗唔在於你起步嘅早晚，而在於你能否喺適當嘅時候把握適當嘅機會。活了80幾年，我見過太多人一夜爆紅，又一夜跌落神壇。黃海俾所有年輕人上咗一堂好珍貴嘅課。人生唔係一場100米衝刺，而係一場馬拉松。真正厲害嘅人唔係一世人唔跌，而係紅嘅時候唔飆，低谷嘅時候唔垮，生病變故嘅時候能夠瞬間醒悟，將生活還翻俾自己。佢由醜女無敵嘅嘉明，到不平武戰士嘅方孟王，再到琅琊榜嘅靖王，每一步都係一個台階，一步一步行上去。佢冇一步登天，亦都冇因為走得慢而放棄，因為佢知道自己嘅路要慢慢行，急唔嚟。呢種耐心就係佢能夠等到機會嘅關鍵原因。佢唔信一夜爆紅，佢信嘅係一步一步行出嚟嘅路。呢種信念就係佢能夠行到今日嘅最大本錢。感情同事業都係一樣，看清咗名利嘅本質，先至能夠將時間同真心留俾最重要嘅人同事。黃海佢老球走咗之後，佢先至明白，原來人生最珍貴嘅唔係銀行入面有幾多個零，而係你仲有幾多時間可以陪喺屋企人身邊。佢而家一年只拍1、2部戲，其餘時間休息陪家人。呢種選擇喺旁人眼中可能係放棄機會，但喺佢自己眼中係攞翻自主權。佢唔再係資本嘅棋子，而係一個真正掌控咗自己人生嘅智者。佢話：我唔知自己仲可以拍幾多年戲，但我知道我而家每一日都要過得對得住自己。佢終於明白，人最大嘅成功唔係有幾多人識你，而係你有幾多時間可以安安靜靜咁坐喺度，乜都唔使諗，
呢種平靜係最昂貴嘅奢侈品。如果你都佩服黃海呢種清醒嘅人生智慧，覺得自己從佢嘅故事入面得到啟發，請你一定要點讚，將呢條片分享俾你身邊嗰啲喺名利場入面迷失方向嘅朋友。你嘅一個轉發可能就係救咗佢哋嘅後半生。同時記得按下訂閱按鈕，開啟小鈴鐺。我哋每個星期傾一次偈，一齊睇透人性，活得通透。你嘅人生入面有冇試過喺最忙碌、最賺錢嘅時候，主動選擇慢落嚟？你係點樣做嘅？歡迎喺評論區留低你嘅故事，我4個會親自睇，同你一齊傾。我哋下期繼續講透人性。